家收看今晡日复习类的节目，今晡日求让到大家来了解吼，介医疗单元系老皮肤有关系吼，大家有知道么？哦，听年季节嘅变化吼，大家会知道哦，个皮肤本来热天冇样嘅问题，咧冷天有安样嘅问题，甚至系冇事，冷天冇样问题，熱天有安样嘅问題，好，咧下天氣吼日涼咯，然後大家來講日涼嘅時節，大家是會知道，本身冇問題，咧下用開始開吼，所以咧下大家都非常之感慨，裏邊其實係你皮膚科嘅主人，熱氣兒主人分享。鄉親朋友大家好，我係葉振儀。請歡迎哈昨天有請到主人來到鴉片，同大家嚟分享皮膚嘅問題哈。同嘅主人打招呼嘅時間哈，除咗做啲了解青島嘅知識之外哈，其實哈私底下最喜歡問主人保養的問題，到底應用嚟保養大家嘅皮膚哈。不過今日同大家嚟分享係乜嘅東西？大家有發現冇？一隻青春嘅問題。天氣越來越涼了，較涼誒。一般來講，熱天某個問題，它就發現開始慢慢有了。對，譬如說，今日一開始同大家來分享的，就會大家可能從頭會講誒冬季癢，是不是有安樣嘅問題？有。哦，天時變化㗎哈，其實我像一下季節交替㗎，就當容易會發現講，你皮膚開始會皺會癢。哦，係。然後人就開始注意講，洗身的水啦，也係講，做個衫嘅料嘅啦，也都全部就開始注意嘅。我說冬季癢一般來講係用一個情形，佢就係像講一種你皮膚嘅油脂變少嘅，嚇，體質係遺傳嘛，嚇，佢遺傳嘅體質加個油脂較少，也係講年紀較大以後，油脂分泌也慢慢的減少，冇嘅以後就像講，皮膚就會皺會癢，就補充這個像講一些水分啊、乳液啊，那啲東西就開始。咁像大家哈，一般會講到嘅像異位性皮膚炎，係咪在冬季喺冷天嘅時節比較會發生？會很嚴重啦，很嚴重。你就講天時改變以後，佢開始皺嘅嘛，按種異位性皮膚炎咧。嘅皮膚就會較冇油脂的保護，其實我開始我較癢，好，我大家唐先生按我講，大家有發現冇？因為經常講到一隻青春嘅問題，就係沒有油脂嘅保護，哈，一般可能聽年你嘅年紀啊越來越大啊，哈，然後你就會油脂的分泌會比較少。故說其實影響我們皮膚的原因，其實真的有很多哈，比如說。大家就會知道年紀一定會影響啦，對不對？哈，因為大家會知道，你像你看那個 baby，然後牙耶，皮膚好好哦，對不對？啊，因為摸都好嫩，對不對？然後有時候像剛才講的油脂，故說要變同大家來整理哈，影響皮膚的因素，遺傳也會，遺傳哦，佢就已經像講爸爸媽媽哈，每年係總共有氣喘的啦，也係講佢有鼻子過敏咧，哈。也係總講佢本身就有異位性皮膚炎咧，安尼講出來嘅王啊哈，佢咩較會有遺傳到安尼。真嘅，有時候你就知道佢有某某嘅問題，是東西飲食有某某嘅問題，不過很奇怪，就是會覺得跟一般人比起來，佢嘅皮膚嘅問題就會有一些較嚴重嘅，像那個異位性皮膚炎一樣，佢某樣可能就是遺傳嘅關係。對，王啊嘅哈，像講佢。2張月以後啦，叫我出來個體張月，你就知道今日講好好，無嘛嘅，迄種個叫按你體質吼，佢天張月以後，你就可能我看到講佢也免甲方吼，我可能較粗啊，也係講像按你嘛個蘋果肌，按你蘋果臉縫縫吼，叫做縫縫皺皺爛爛啦，係，然後聲音咧叫做開始去擼我癢，係。有的時像安尼皮膚，叫做急急去看醫生。我有看過紅牙按用嘅皮膚嘅，貓到該就會因為冷天嘅關係較早，唔係哦。我知道嘅有沒有？你看到青島嘅小朋友，也紅牙這兩邊牙用片就會乾乾的、粗粗的縫縫，你就知道該因為冷天嘅關係，寒天嘅時。叫做寒天較嚴重，看到係較嚴重嘅。係當然年紀有關係，係同食嘅東西有親體嘅關係。就冇其實咧講，唔係總講嗱同樣走㗎嗬，唔係吃到較刺激性啦，唔會吃到較嚴重嘅。係同一般人來講，內分泌係咪也有關係？佢也有一些關係啦。不過講到鴉片哈，你看同大家來整理最後一點最重要嘅，就係皮膚的清潔與保養，對不對？對，這就是我們這個可以說是後天影響很大嘅原因。對，你先天喺中國講到這樣嘅皮膚哈，你就以後要靠。
去给它保养，哈，预防冲移治疗啦，哈，你就讲开始就讲洗的东西哈，唔好讲去洗个太多嘅清洁乳嘛，哈，像讲冲点洗就好，纯的用水冲。个人的水哈，唔好太少的水。有的是唔同样，你就会想讲啊，去用小水来安尼洗哈。有的人用小水当小水来碌起家嘅皮肤同样诶，佢碌嘅就知道讲，哎，安尼当好唔一样。佢大家洗身洗好，家出澡嘅以后哈。你就莫加去擦乳液，跟人家脚趾会翘起来，给就走诶，然后风一吹衫一抓哈，开始你就痒诶，哈，嗰说唔好洗到太强烈，总得洗到太强烈的，迄整个安尼很甜的话哈，洗身的次数可以减少一点点嘞。哎呦，按用你就本给比较想要偷懒的人给他借口有冇？迄讲基本伊真爱吼，无想去洗身吼，冷天嘅时间，因为。寒天嘅時節清寒嘛，就冇想去洗身，就哎呀，我冇去洗身，哎呦，媽媽就會講，因為按歐洲唔洗身，因為吼時常講，寒天嘅時節皮膚較糟吼，總唔得當你洗身哦，哎呦油脂會流失，皮膚較乾燥，這是一個借口。我也係講笑嘅哈，我講鴉片大家有發現冇？其實都帶你用嚟清潔、用嚟保養，其實取決於你皮膚的性質。好，因為皮膚的性質有分很多種哦。比如講，大家一開始會講，像咩乾性皮膚啊，錯冇哈？像係中性皮膚啊，愛講愛是較會，所以愛就知道愛係混合性。做埋人講誒。肩膀爱把总嘅时节，我把总时就会讲，你这两边较糟哦，我就讲哦，爱滴，唔讲你亚边又较油哦，T 字部位又较油哦，我就知道讲，用真紧清麻烦，因为你亚边较油，用较糟，嗰种你在清洁嘅时节，也喺保养嘅时节，你嘅方式就会冇共用。对，一般来讲，就会像时常讲嘅，皮肤的分类有很多种。有，迄整个人当早嘅皮肤哈，安尼皮肤人看到佢就会皮泡泡嘅啦，哈，就香港有个细皱纹。有的会较多哦，好，安尼皮肤看起来就变那个，我知道讲，一讲哦，冇乜个当粗大毛细孔，个但是安尼皮肤佢咩一干苦，佢总讲早的话，佢大概佢咩会知道讲，佢面安尼棒糟哈，佢皱纹就会变得很较多。呀，我分享一下吼，有一摆吼，我有只机会去到加拿大呀清早嘅地方，我。忙去嘅時節，有人就同我講，叫那邊很乾燥，我較注意嘅哦。我就想講，好啊，我想講很乾燥，我就帶青島嘅乳液去，可能做得減緩佢嘅嗰片嘅乾燥。結果我去到嗰片嘅時間，我發現青癢蟲嘅問題，就係我沒有笑哦，我就冇乜嘅表情哦，唔過我嘅魚尾紋哦，做得。假死文字，还是讲奇怪啊，某种嘛事情啊，这些头发还是好好的。我在台湾可能笑的时候，鱼尾纹清明显，你够在给加拿大给提本吼，你没有笑，你脸很平静，你够你的鱼尾纹还是很深。对呀，就太糟，太干了，对不对哈？这是第一种，第二一种是中性皮肤，应该是最好的吧。中性就像红啊啦、生眼的啦，你含水加加弹性的含冻好，加个胶原唔会流失嘛，你就会知道加保水度，嘛个就含知道冻好。嗰时候呢，就像生眼有的是佢佢讲，佢咩唔是擦乳液，唔是嘛个冇保护哈，佢皮肤咩好好，好，也就很多中性佢唔好讲，挨打也要太油，打个要太糟。注意问一下，跟你嘅皮肤係哪一種皮膚？你知道？我一下。年紀咩較大嘅，嗰時候我 T 字部咪會了出油，但是我兩家唔會走啦。你就會有保養啊，就冇去測上啦。唔過講我一下就會中性 ，T 上就會太過一般人講係油性肌膚。清奇怪呢，以前讀書嘅時節，班上有青豆嘅，你會長青春痘，對不對？有青豆細妹啊，誰來，嘅青春痘青豆，太過就會講，哎呀，因為你油性皮膚。都係一種嘅原因嗬，係咪有青島嘅人，大部分嘅人都油性肌膚，有冇？香港人成年嘅嗬，都青春期加荷爾蒙的改變，佢就係像荷爾蒙嘅一種爆發期啊，嘅下嗬，有的佢總講。夾個咩有遺傳體質啊，佢迄種講夾把夾咩有安尼不裝樹的啊，較油的啊，夾生人咩有可能遺傳到安尼體質，佢下佢可能就會開始已經有不裝樹的開始嘅，佢下家就要開始搞洗面要整確，要洗堆，佢然後唔係講油性的皮膚，就講係當以為唔是做保養，佢咪要搽一啲嘅較
清爽的嗰種保濕啊，哈。是。這樣唔係講我打當用啊，就洗面洗到當糟講，哎，安尼糟糟哈，就吃到堆也就當好，唔是差。但是人家水分冇法度保持住的話哈，佢皮膚唔免硬嘅咪，佢就會同啲人咧睇到講，哎，我皮膚按糟，那佢夾出一些油來哈，同埋保護啊，打佢就會變得又糟糟又油油，哎，行得唔好，係對，鄉親朋友吼，唐先生講要是上課啊，到底你嘅皮膚係哪種嘅皮膚咧？係中性嘅，就係油性嘅，就係燥性嘅。你冇強嘅性質嘅皮膚嘅，就冇強嘅清潔啦，冇強嘅保養哦。還有乜嘅做啲啦，大家分享聊下，等下就上嚟。歡迎做啲繞牆頭係你皮膚科嘅主任啦，建議主任嚟到節目地度啦，大家來分享嗬。剛剛講到嘅時節嘅皮膚嘅類型有輕度嗬，比如中性就會輕厚，像黑牙嘅咁樣有嘛，像混合性就會牙嘅皮膚就會混合性嘅哈，還有乾性的啦，對不對？不過混合性的皮膚也係有輕度，你都會混合性從嘛，比如講像鴉片，有冇按用嘅體質部分較有兩邊有較皺、較燥，好按用嘅問題其實也是現在很多人會有嘅。喺中國安尼皮膚哈，你都講安尼混合性的皮膚噶，洗面要到體脂部開始先洗，然後兩頰這樣強強的帶過，唔好講像洗面，大概就會從兩頰開始。開始，然後再按嚟搓。哎，我跟你講，實我就唔係，我也唔係體脂部位開始，我也唔係兩頰，我是全部一起。可是哎呦，係不及格嘅，錯冇？還好啦，簡單洗就好誒。個怎麼講較油誒哈，稍微改細咧就好誒。因為體脂部位佢個油脂哈，你當然係按嚟體脂，你當然係壓下背嘅哈。嗰種你當然佢將不裝水的，佢只規則按嚟同油都壓下背哈，就不嚟壓下背啦。嗰種也就係混合性哈，還有一種就會大家會講，哎呦，我嘅皮膚輕敏感，敏感性嘅皮膚也有。跟敏感嘅皮膚哈，我吃到看到啦，按多年來看咧哈，睇藥就講，人按你敏感皮膚，即個吃出嚟較多。哦，因為講，去角質啊，洗面洗太久啊，哈，個然後用洗身家用嘅。洗身的蓮蓬頭小水一直沖啊，因為按用較便利較方便啊。你唔是你洗面洗過後再去洗澡，跟你洗澡的時候同時洗臉，用較方便啊。小水一直沖，佢會緊沖啊，個太小嘅小水就同樣油脂會破壞嘛。個然後擦乳液擦嘛啦，當好用按嚟。搭嘅見搭嘅面啦，就俾天師搞嘅啊！而家人天師搞唔曬你搭，因為搞正確嘅係嘛？因為天師咧講，係有你去買嘅保養品嘅時節，有青島嘅小姐會講，你要按用你。有冇去拍打？迄種我會吸收嘅吼，那擦上去佢就會吸收，唔會吸收嘅吼，那打到佢挫傷，佢皮膚好好模式，總把佢打到變挫傷變縫哈，縫就會很多輕微的發炎嘛，跟縫以後慢慢你就會變有帶上一些黑色素上來，嗰種那你搭按嚟搭，你會發現人皮膚咩冇拍，咩黃黃安尼。哦，按用型哈，不說哈，大家有談到哈，真嘅，其實就會敏感性嘅肌膚，有時候像先生講嘅，有可能係你它抽神嘅，去角質去太多了，去多誒，我們就說，哎呀，去角質去好之後，覺得，哎呦，嘅面皮油油哦，其實係抽爽，嘅重起來吼，嗰種唔係真嘅油油，好冇？還有啊，係講你嘅保養品嘅使用嘅方式唔錯，也是不行的。對啊，還有就是洗面嘅時間洗清久，每一下都帶洗面嘅時間會結久。它要唔好超過1分鐘之內，人就要洗好。個人洗嘅水溫哈，它要就差不多25度左右誒，好，安尼溫溫嘅就好，一唔好洗到太燒。那冷的呢？冷嘅咪可以，喺中國寒天，太冷就唔適合冷。你就用溫水。不說真嘅哈，同大家分享，一般來講，我們現在在家裡洗面嘅時間，係沒有用洗面乳洗面，對不對？你會擠一點點，然後起泡嘛。一般來講會按用型就會開始洗臉，對不對？一般哎呀，因為基本牙嘅面哈，清歐做古種牙洗，較久嘅古種牙就要洗很久，哎呀做唔得，個人洗面膏哈，我洗都唔記得，洗面膏哈，佢前面有薑係咪？你就開始按嚟慢慢嚟洗，個當到洗牙機嘅洗面哈，我看到佢用嘅按嚟亮機按嚟，指腹，對，按嚟搓天天，跟人家唇咧。
提防毛毛作用唔错。其实个洗面东西哈，不要要杜防，迄种被起泡诶，你就搓搓诶以后，你就要用规则的安尼梳妆落去，洗一夹，好一太的面积对人皮肤就促上个热受。好，大家有听到冇？一夹。液态的面积真系错的。根本呢，同主任大嘴骨讲到呀哈，我有很多都是不对的。我唯一对的就会洗很快，跟面积洗很大。对，错冇？你还轻松用，因为种眼就因为眼看冇耐心，对冇？嗰种系洗面的时间，就哎呦。哦，夹就洗好像啊，没时间了就没耐心哈。嗰种同大家来分享哈，正确的脸部清洁用主任讲的，第一。不要太热，温温的就走得嘞。当然你要洗冷水呀，走得。好，洗脸的时候动作它轻柔，对，不过不要洗很久，对。如果提上这样同大家分享，就会不要在脸上超过1分钟。还有第4点，你要不跟共斗次数不可以太多，黑吗？迄这个你有心的话啦，哈，一刀整个冇超过1分钟，因为洗3刀5刀都可以，唔会出手。总共一刀就洗安尼3、5分钟，因为一刀就出手。哈哈，洗一夹强强的讲吼，因为洗3刀。唔会有人洗面洗3分钟、5分钟，有哦，洗都唔记得啦，今日杜防按酱吼，紧搓都唔记得，就搓太久，搓完噶你就知道讲，哎，安尼我较呛你。其实那你搓到面缝缝噶样冇。毛孔哦，会打开来，跟垃圾很多当个进入哈，所以看到皮肤一般，安尼咩不可能讲洗脱杜防的阻塞物啦，洗中会洗脱当个个油垢啦，一些防晒啦，一些灰尘，天冇可能洗到杜防的东西。故说简单讲起来就是轻柔，唔过总得洗太久，就会按样样哈。对。注音哈，一直跟大家强调一个清楚的观念，就系个，因为你是油性的肌肤，系讲你是油性的肌肤，你洗面，你希望讲可以把它把油洗掉，可是结果就会贴早。对，好，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哈。而且一般来讲，主任同大家的分享就会讲，你的肌肤会告诉你说，哎呀，它太干燥了。对，因为你本来油油的，超猛人家油，你洗个时间，它会知道啊，我太干了，太干了怎么办？然后就皮肤就说我太干了，它就自己又出油。对，跟差不多2点钟以后，你就会发现讲，我做嘛洗都按照哈，当然出去一下那道位，鬼面的又按油，给就很多反回馈啊，这样更不好。对。最后一个同太太来讲，经常有强调，是不是洗脸洗好后要夹保湿？洗好刚好面夹提了出走来，就开始把保湿品给擦上去。一下总共当早的皮肤哈，佢就唔好讲打头都去做衫啊，打去那道位长毛嘅长好些，长多上来，跟呀水分流失太加哈，你打下要长来擦乳液噶，效果就会较强。呀，真劲清奇怪的呀，真劲啊！以前都冇想到黑暗容易，一般来讲黑暗容易嘛，你洗面洗好过后，可能你就大天发，讲一下天发，希望就去看一下天时，想讲一下水冇了，水冇的时间，你才开始擦乳液，结果会做唔得嘅，真的是要洗脸一洗完就要赶快擦，其实洗太加加嘅水分含有多，人的皮肤因为你洗完脸水还在脸上，所以那个时候擦，就加腾给保护起来，清奇妙真的很奇妙不过那问一下，化妆水有效吗？化妆水哈，通常叫很多水嘛哈，化妆水哈，佢做起迄份。当做起的人啦，哈，佢擦当做起阿婆的时代啦，其实化妆水用意係多耐了，佢就係個下，那水質係飲水嘛，跟以前水質飲水，然後洗面那個茶壺啊，就當簡陋的嘛，然後有2種東西到面上洗乾哈，會產生結晶，結晶就會一卡到毛孔，嗰時候以前就會發明講有一隻化妝水的東西，佢就來再次清潔，嗰隻結晶哈出體洗體去，哈，但是因為佢係一種商品嘛，大家觀念都好就講係剃光就要化妝水。大家就用講啊，大家就用講，因為佢用搞嘅啊，環境改變的嘛哈。但是你就會囤化妝水哈，拿來當做講洗面洗好，佮按照咩？嗰時候剃髮就是加保濕，因為按用係保濕啊，跟剃髮洗面就唔錯，冇洗到按照。然後就跳過化妝水以後，你就可以直接擦乳液了，擦防曬啊。嗰時候意思就會講，其實也係講你洗面過後一定要化妝水，冇一定。
其实某一天哈，因为化妆水像经常讲的，以前的死推可能有一种另外一层的清洁效果，对不对哈？可是现在不一定了，对不对？再问一个，也还有热天的时节清流行，也还有冷天的时节也做的，会有一种喷雾，有冇？太搞不说，哎呀，乡亲朋友，你给面子。有冇就会有这种喷雾，按用喷哦，就适时的补充水分，那有效吗？cái总共喷的吼，伊遐佮老板的厂牌较台的卖的吼，有杜方的成分的温泉液，哈，其迄温泉有微量元素嘛，矿物质，这种可以做镇定舒缓。但是你喷上去以后，佮差不多3到5秒钟哈，这个微量元素就会渗透。然后存那个水哈，就像安尼矿泉水就可以吞去出体，唔好讲压水哈，等佢糟，等佢糟，佢水分又流失，你就会变糟。这真的是太奇妙了。不过我其实我也有梦，就会里面有用过吼，不过给用时就会样，你喷一喷的时候就知道，哎呀，你给面有湿湿有嘛，面湿湿就会知道1号有嘛，不过要擦干，对，不能等它自己干，对，自己干的结果会嘛该，会变较糟，水分会腾空气流失掉。哦，这真的很复杂呢，就像你等于洗面哈，佢洗好，佢咩等佢安尼湿湿，本佢切加糟哦，佢像安尼水分较多啊，等佢切加糟，就冇去擦乳液，冇嘛个就安尼，但是佢面来清面，佢咩会变得当糟，嗰时候结结出糟来。哦，乡亲朋友哈，基本上哈，伤口有吃到清淡嘛哈，其实洗面有安排嘅红门哦，就会你洗面洗过后，给面迄种湿湿的时间哈，结结。要把它擦干，对不对？哈，按用反而比较能够保湿。哈，不过乡亲朋友还有乜嘅东西，你要注意嘅，乜嘅问题，你要预防嘅，你先聊下，哈，你等下陣再嚟講。基本上大家咧分享是係講皮膚嘅問題吼，其實講實在話吼，皮膚嘅清潔啦，皮膚嘅保養吼，用英講吼都不會覺得煩吼，因為這個每天都要遇到哈，當你就會做安樣嘅事情吼。其實每一次跟大家分享安樣嘅問題，不論是係咪有廣告，也係講再說一次，都是很重要的哈。洗面就會聽從有嘅好，然後節目走到這邊，大家有啲吼，洗面中的洗鐵球，哈，要較溫柔誒。然後呢，洗完臉要趕快擦乾，擦乾過後咧，夾夾去擦保濕，保濕就會乳液就做得咧，哈。化妝水其實係個你要跳過係做得哈，這是一個方式，因為有時候化妝水嘅使用係個風濕某針口，可能會使你嘅皮膚含較糟，含較癢蟲吼。有等於有推薦拿來做敷臉用，含較癢蟲。哦，你說化妝水做敷臉係我以前有用過哈，嗰種你看我以前係用按到某針口嘅風濕嘅保養我嘅面吼，所以講係冇保養含較好，越保養越糟，就會按樣嘅問題哈。唔過都一邊還有一陣問題同大家來分享，就係乜嘅咧？大家一般來講，你個臉很乾嘅，迄個你要去旅行嘅時節，迄個你去到日本也好，歐洲也好，也係美國、加拿大按用嘅地方會知道，因為那邊比較乾，冇像台灣較濕，所以大家就會講，同你講，你就帶凡士林就做得咧，係唔係真嘅按好用？對，也可以哈，你就講。基本也個乳液，擦哈，因為人家較濕熱，擦一天冇按油，跟我一個較糟哈，加個片當然一天會可能冇拉，好，你帶下乳液一些以後，再帶個一隻凡士林哈，可以做保護起來，這樣看唔會流失。不過說凡士林真型可以說是比較油，對，但是都台灣你拿來做保養用的話哈，這種。唔係清潔皮膚嘅話，那你殘酷，那咩擦唔hết，我知道根本係太油，我不清爽啊。所以其實真的要分辨，要分別哈。要係凡士林嘅問題，還有另外一種就是我們一直說要保濕哈，問一下面膜。對不對？壓哈真型吼，你看面膜到處都買得到呢，而且壓哈跟面膜某窮以前跟面膜吼，真的等於講哦，一張面膜1000塊、2000塊的面膜，不過壓哈100塊就買得到誒，吼，那同10公元咩買得到？10公元也有係冇？那個貴嘅較好，也係便宜較好，那邊按用嘅意思。我意思講真型吼。一下死推碟金鋪吼，真型同以前冇共用，以前的面膜會吃到輕貴，而且是輕高級的東西。不過一下看唔係，不過每一下面膜
很有效吗？对，迄阵讲吼，唔仅咪用炒加多项嘅成分用对嘅吼，佮加材质下面轻松用吼，唔好讲佮咪佮漂拍到冻拍，吼，佮有防腐剂，吼，迄阵讲迄有较敏感的皮肤，有的是安尼用到，你可能就开始敏感哈。佮说伊遐佮材质没当到，佮说价钱当冇嘛个重要。没有看过黄金面膜，叫做金美容的安尼哈，你可以重复用，嘿哈，佮就很较贵的哈。佮说一般使用的可能就讲它要几十美元到100-200个元呢，较多哈。就讲佮咪人成分买个东西全部现堆的。好，敷的时候，它要差不多10分钟到15分钟就要拿开。好，然后拿开以后，你就要夹吞，后背嘅乳液嘛个哈，夹吞去擦落去，没擦乳液水分没会流脱啦。哈哦，里面有镜头给你们知道讲，哎呀，我呀会水膜嘅，我就会敷面膜啊，敷人水哦。哦，做唔得，哎呦，还要含卡跟水都。香港哈，人家水分没空用流失掉，你就会皮肤很较糟。故说像昨天晚上我就敷面膜，我就真的轻怪，我就先生有讲过哈，给敷面膜总得贴灸哈，15分钟到20分钟就好诶。故说我就真紧18分钟我就拿下来，结果没有擦乳液，可能也没有。故说你特别我讲哈，人家两片脸颊我较糟有嘛，跟人家水分就流失，你就冇去做保护起来。那干脆不要敷面膜好了。没可以啊，如意擦擦如意擦擦，你看哦，这真的这中间的细节很多哎，有时候用不好反而效果更不好。所以如果你有敷面膜，拿掉之后还是要赶快擦乳液，黑膜水分还是会流失，给会腾空气流失。好。那全部就系感染问题啦，感染问题哈。唔过讲到按道哈，因为亚增甜甜食越来越凉的哈，寒甜会多的哈。我们同大家来讲一下，其实寒甜跟干痒的治疗也预防还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就像刚才我们讲冬季痒，对不对？异位性皮肤炎，像醒堂就有提醒我们，其实跟穿的衣服也有关系。有，对，种异位性皮肤炎，也系讲叫我找我用的人哈，佢穿好做个较棉质的，都杜行，是，佢就较唔好讲去做到个毛料，也系奶酪的，喺中国唔衰冇一怪嘅毛毯哈，穿好也唔好用毛毯啦哈，毛毯我用嘅话唔当我用一个被套团佢套起来，我直接去撞到，个唔好我卡全部嘅毛茸茸嘅个。身影高的东西，对，那就像醒常讲诶，你会加强保湿啊，吼，一定不然就会当你就会做诶，何况还较寒甜嘅时间，还有青春嘅一张问题就会，黑讲你真有嘛个瘙痒嘅问题，因为知道很轻油，也不要一直去抓它，对不对？尽量不要一直去抓它。他醒常又讲了，洗澡的时候水也不能太热。哦，我们帮大家做总整理。对，水莫太少，个就洗较脚头的啦。洗较脚头嘅，迄阵讲吼，像伊遐东东人吼，佢真个洗身佢深都讲，刘老师佢讲，我也迄手工香皂当好哦，自家做的，卖人做的吼，轻贵呢，一袋要500克、1000克哦。迄个都门诊可能，我讲唔是用这种啦哈，因为刘老师佢要形成一只。固体有嘛？叫做一堆起来，佢要有东西落去加。嗰有的是我做一啲啲香香，我要加到香精。有的是我当过种一啲啲发样哈，有一啲的颜色，你要用到色素。一般来讲，大家讲法国用嘅马赛皂有冇一下清油面？大家就讲哇，95%是橄榄油的冷压而做的这种马赛皂，一堆轻贵哦。对。佢就讲吼，佢做嘅成分地位吼，油脂较多嘅话，佢当然洗就较唔好讲，洗到按枪按皂。哦，像伊遐洗身吼，佢遐咩油像讲，伊遐较咸嘅东西啦。像按洗面油，有像安尼，慕斯嘅东西，慕斯就会像讲，提炼出来就直接有泡沫。哈哈，那就可以直接去洗面，唔是在去搓嘅嘛。迄种讲有安尼皮肤嘅人吼，佢咩可以安尼用药嘅来洗身。好，你就水脏湿一下噶，让那东西来，佢就开始面啊、身体全部撸撸的哈，撸撸的以后水冲退去。哦，先生你就按用，你就按用撸，你就按用撸，你就按用撸，俺无准备嘅，俺无准备治本意准。好，唔把当个张医洗死。我意思就会讲，其实就按尼就好个啦，唔是讲哈，又再去拿乜嘅东西个，以防讲我用唔出东西。伊遐较简单，就讲有较新的专利配方，吼，就像讲杜芳油产一个
钙离子，唔係講安尼骨頭掌會有缺鈣，安尼皮膚咪會有缺鈣，掌會像講甩皮啦，安尼東西吼，跟慢慢的老化吼。如果說伊遐其他新的東西，就像講，洗身洗面當簡單，又可以有一些治療的安尼方向啦。吼，啊洗好以後，像講安尼皮膚，佢咪可以用亞種加嘅乳液吼，加一種新配方就講有鈣離子吼，佢就講佢咪迄種講安尼皮膚糟糟。然後當個皮屑的皮咧，你擦太陽10日，你就會看到講以後70%左右咪會有。古說像先生講的亞乾吼，意思就係講你洗面也做得，洗身也做得，因為佢本身就是已經像慕斯同樣嘅較油，你就做得自家用。新的都咪會有新的專利配方啦，較無窮樣，唔係講像一下。房間沒當到慕斯的個洗面啊，乜個東西沒當到，但是佢就有較特殊的配方，本來要就較糟的皮膚要就哈來使用啊呢。真嘅吼，古說吼，其實也下市面上按多嘅東西做得買吼，大家會限嘅時間真嘅清難限。比如講，有一段嘅時間就清流行講，以前大家用嘅水晶肥皂有冇幾種嘅擦菇，唔係講好也唔好啊，就會只講至少感覺冇按到嘅化學嘅添加物嘅感覺，按用嘅感覺就會知道講以前嘅媽媽洗衣服的時候就會用這種黑某就會用有一段時間就很流行，像柔珠洗面乳，就被知道講按用這東西，佢就得把髒東西都帶走，冇可能啦。好，先生講冇可能。好，不過一下就知道講，其實這種嘅柔珠可能它不環保，對，但係會傷害你嘅皮膚哈，還它其實也不環保，對，海洋生態就會全部會對，好，因為個其實你那小小的，其實是有影響的，而且影響是很大的，好，它全面就禁止冇用誒。錯哈，故說你看這按多的東西都得先，黑某就會睇法講，哦，我要係純天然的，不過就像先生講誒，黑公牛香味，哦，黑公牛有一些圖樣在上面，有顏色的，哦，就有一些添加，故說佢真嘅要注意哈，還有就會看你嘅膚質係乜該，好，你的膚質係乜，就像到底乳液要怎麼選，好，因為有限呢，對，就像講迄種個較油的皮膚哈。體質洗面冇洗到按照個油脂就係人天然的保濕嘛，嚇。但是唔係講係安尼，油的皮膚嚇，佢冇會缺水啊，嚇。嗰時候安尼搽較清爽嘅個乳液都杜香，嚇，同安尼皮膚補充一個水分，個佢自家本身的一隻油脂來做一隻保護安尼，然後出去一張擦防曬，安就可以。佢較早嘅人哦，佢搽咗較潤澤嘅東西，嚇，較潤澤嘅個乳液。那總講真實個行較早，就像安尼嘴唇好嘅啦，哈，嘴唇特別總講糟糟加叫佢黏黏嘛，個嘴唇就可以直接凡士林塗上去，好來做一隻保護。迄皮膚真實個有那較糟誒，你擦乳液含吃到冇啦，個凡士林準皮嘅一罐哈，就這個局部嘿，可以再同佢保護一層。我說好，唐先生講來簡單來講是，你嘅物界類型界皮膚，你是用物界方式來保護，鐵皂是用鐵皂界方式，鐵油是。冇高按油嘅東西吼，今日好希望大家嘅收穫動態，謝謝先生安知識，好，鄉親朋友咧，好聊下點啊，請天然認同先生嚟做認同了。